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碧多 channel， 我係 Taco 媽。今日係2026年3月1日，係 SPCA 舉辦嘅全城狗狗行善日。咁多位早晨，而家係朝頭早6點半，好眼瞓啊！出面天都未光。早晨啊 Taco， 好精神嘅 Taco 啊！今日有大量行李需要拎啊，需要拎一個有轆嘅購物車裝住，有我哋嘅飾物、Taco 嘅飾物、野餐紙，因為有機會落雨，需要帶雨衣，大量食水同埋少量零食。早晨，依家大約係朝頭早7點左右。我依家去買早餐，就買咗麵包，中間放 break 嘅時間呢，就食飯團。我眼瞓啦。好眼瞓啊！今日真係做咗啲嘅，咁你瞓多一陣呢？妹妹頂唔順啦，要瞓多陣覺。我哋到啦！今年全城狗狗行善日舉行嘅地點係香港迪士尼度假村。依家係早上8點15分，爭取時間食早餐。呢一個拱門係起點。我哋對迪士尼有一種情意結，因為Taco第一次參加全城狗狗行善日舉行嘅地點都係喺迪士尼，有一種重遊舊地嘅感覺。所以今次我哋一定會參加。揀迪士尼做活動舉行嘅地點真係揀得好好，因為沿途有好多打卡位，相信大家都認同呢一點。另一種感恩係天公造美，大家見到個天好黑，其實活動前一日仲係落緊大雨㗎。早餐時間係咩呢？早餐時間，有水攞。哇！呢條路名叫做神奇道 Magic Road， 好有型啊！拎埋個獎牌就代表我哋順利完成咗今年嘅全城狗狗行善日。今日行成點啊？你覺得？我喺迪士尼好開心。今日我喺前邊嗰度，跟住去Taco嗰邊影相。活動完咗，Taco爸就帶咗Taco返屋企休息。而我就帶咗妹妹去迪士尼樂園度玩。如果大家都有參加今年嘅全城狗狗行善日嘅話，有冇見到我哋一家呢？希望Taco身體健康，下年都可以繼續參加啦。我哋下年見，拜拜。